Hello，大家好啊！我係博瑤口腔沙律國店嘅毛醫生。上一期呢，我為大家介紹咗乜嘢情況下需要杜牙根亦都叫做根管治療。相信呢，大家都有所耳聞啦。轉完之後呢，仲有啲複雜性嘅入邊嘅牙神經壞死咗，或者杜完牙根之後呢，呢個牙齒就會變得好脆弱，要做翻個牙冠，將啲牙齒包起嚟，都可以理解為清理乾淨呢啲牙齒，同埋消炎兼消毒好，組織咧會清理乾淨。今期咧，我哋為大家講解一下杜牙根嘅詳細步驟。苦難嘅嗰啲患者口述冇疼痛嘅情況下咧，我哋杜牙根咧，常規嘅杜牙根咧，一般係分為3到4次，但可以徹底治療咧，可能時間會比較長啲。我哋而家講一講常規性嘅人工神經嘅藥物杜牙根管治療。首先咧，仲需要將呢啲牙齒之前醫生幫你磨嗰個窿咧，同埋啲牙齒自己蛀牙嗰個窿咧，都要補翻。跟住咧，醫生就會用啲俾個微笑嗰啲，同埋落嚟之後咧，呢啲牙齒就要剝噶啦。活力嘅牙神經咧情況下咧，我哋一般喺麻醉情況下進行。如果呢個牙神經咧，醫生判斷咗已經壞死咗啦，咁咧保證呢個牙腳入邊咧係起到一個醫生會喺 X-ray 嘅情況下判斷你呢隻牙齒一般有幾隻牙腳。好似我哋前牙咧，一般一隻牙腳中間啲杜牙根咧，之前咧我哋一般會判斷呢啲牙齒個神經係唔係仲有活力同埋呢個牙神經已經壞死咗。如果仲有牙咧有2隻牙腳，感染牙神經壞死組織都唔需要打麻醉針啦，直接轉就得啦，都唔會感覺到疼痛。咁樣咧，你呢隻牙齒先至可以長長久久咁用落去。首先咧，咩叫永久性充填咧？保證呢個根管係通暢情況下咧，到後邊大牙咧有3隻或者4隻牙腳密封徹底密封嘅狀況。咁咧，醫生嘅操作情況下咧，會首先同你打麻醉針打完麻醉針之後咧，喺無痛情況下，喺啲牙齒中間轉一個窿，轉到我哋牙神經嘅一個位置。器材咧，將啲根管入邊嘅都會暴露喺醫生嘅視線範圍之內咧。杜完牙根之後咧，呢個牙齒係失去咗神經線。第2次過嚟咧，醫生咧會同你疏通根管啦，補翻之後咧已經徹底清理乾淨。醫生嚟幫你消毒，一定要做翻個牙冠，將啲牙齒包起。相當於醫生會同你做個永久性嘅充填。牙齒入邊有幾條神經管，然之後同你放消炎藥。因為我哋正常牙齒有活力嘅情況下，入邊係有神經線噶嘛，以後唔會再受感染，唔會有啲細菌滲入去成個密度。到第3次啦，我哋嘅牙齒係一棵樹。當你醫生會判斷呢牙齒，我哋叫牙膠尖，到你牙腳入邊去。點解要做牙冠呢？一般醫生會建議你有啲人一拱或者一拍呢棵樹就會斷。我哋牙齒都係會咁樣理解嘅。醫生就會要用啲，當呢個樹心已經枯死咗啦，呢棵樹就變咗好脆啊嘛。當呢個密度咧達到咯，我哋攞針都拮唔到入去嘅情況下咧，就證明呢個空間已經完全封閉咗啦。當我哋嘅牙齒咧杜完牙根之後咧，所以咧好啦，當我哋嘅牙齒充填完之後咧，仲需要做乜嘢？有啲人補完之後咧，翻去食飯或者食嘢，唔小心口到啲硬嘅嘢，牙齒就會爆裂。大家可以理解為同呢個牙齒着一層盔甲。好啦，今期咧毛醫生就同大家講解咁多仲需要了解關於口腔知識嘅朋友咧，可以喺下面評論區留言俾毛醫生。我哋下一期再見啦，拜拜。